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27下午嘅客家清新闻，我是陈彦祖。又到下午2点嘅，一下呢就会停电一个客家清新闻来关心近比国内清新疫情的发展。一下呢，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呢停电就会开始，不过呢，伫筹备的时间，一个指挥中心呢系公布一个本大家呢游客风险的一个消息咯，就讲台湾呢筹备希望新增加嘅确诊个案。下面係台灣過去差唔多9日研究，台灣又再個出現呢無本土新增加嘅案例情形。係講呢，一下看起來呢，台灣已經差唔多有2禮拜研究嘅無新增加嘅本土嘅案情形咯。嘅先前增加嘅一個確診案例，單單呢都係啲盤沙監當個一個關閉。因為呢個盤沙監當個關閉，近比會再個新增加其他嘅確診嘅案務。嘅等下一下呢，指揮中心就會停電來做說明呢。唔講呢啲鴉片呢，大家呢請關心呢，就係講一波。其實台灣看起來呢，疫情已經有加緩了。當多民眾呢都同想提供台灣的一個防疫措施，沙律還會做乜嘅情形的調整麼？佢哋早陣的時間呢，一個立法部長陳時中去到立法院批准的時間，就有本立委來問到，一個立委就問佢講，一個台灣都係2年的時間，一個疫情呢會有加緩，會加結束麼？一個陳時中佢就佢講，一個係有可能的。不過呢，也台灣還係請外注意就係國際嘅疫情部分，而呢雖然講國際嘅疫情看起來呢同前一波來比，呢係有卡跌嘅，不過呢，一個真正嘅疫情，做嚟講係慢結束嘅。故此呢，一個外國嘅疫情一部分還係會特別來防，不過呢，國內嘅防疫措施就有可能會來調整嘅哦，就係講。一個早陣時節啦，立法部長佢就有本大家來問到，假使防疫措施來並用，或用嘅來並用咯。先主要呢就講先前呢，大家呢一個指揮中心就建議講，希望呢大家呢，看冇去醫院啊，看冇去運用醫院嘅時候，再去看病啊，還有看親戚朋友，也部分嘅條件咁有可能來並用冇。嘅陳時中佢就講嘅假使也無可能或接觸較重大嘅措施，也係講可能呢一個。就會構成呢，故所呢一部分係做得來並用嘅，認真考慮到其實年頭一部分係會考慮，故所呢係有可能來考慮或先並用嘅。唔過呢，假使一般民眾為係嘅韓國為去譬如都不抗議或係嘅呢時節，一部分呢係呢建議係做唔得呢，希望減少大家呢啲語言導向嘅接觸同互動哦。然後呢，一個先前呢，譬如針對酒店一部分呢，我要求所有國內酒店都係來停業，一部分咁有可能來解除咯。一部分呢，陳時中嘅講到嘅，其實係忙幾天咯，係呢看緊古嘅疫情嘅發展將來端。唔過呢，係呢希望大家呢啲假使為進行有地位社交發通嘅時節，係呢會保持一定嘅社交距離，也係一下防疫措施清高嘅一種原則咯。然後呢，仲係亞視嘅防疫啦，韓國有種旅遊管制，一部分咁有可能會並用，一部分呢其實呢韓國這個繼續來觀察，韓國看國內沙來疫情會用嚟變化，將個來針對一類防疫措施來進行調整。唔過呢，一禮拜呢就係5日連休假期嘅，大家呢啲防疫一部分韓國注意乜嘢呢？一年就來看到一類報紙呢就同大家呢來整理相關嘅關於有可能引卡到一條景點哦，從佢嘅副條皮嘅景點啊係有可能係引卡到嘅。前電大家啊，韓國有將亞洲花蓮的動態門亞斯，一路所在呢都係可能係引他到所在，故所提倡大家呢啲防疫期間呢，大家假使話出去留料都做得呢來利用政府相關的一條防疫的 app 來注意講，一條假使引他到就係去其他所在，也係為保持社交距離，也係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哦。其實呢，就來看一個新聞報道來了解5日連休假期防疫為注意按度乜嘅。大塊高速公路橋界至968路口 APP， 除了有沖北道南骨頭兩下界路口，新增加嘅展現標示就係景點嘅印鈔警示，兩係新增加嘅防疫資訊項目，提供全推翻213屆公路以外嘅景點，現下就幾多件，詳細係正常嘅，方式有66個核桃，方式係現降件，早上9點呢是自律測試，全推翻每日領導嘅景點係10，下個新竹就部分景點係可以來。就很多年。這類時陣早上9點鐘，有可能新竹的六福村野生動物園人會多嗎？
所以它那个就是范围嘛，哈，它就是多大的范围内。交通部讲，这系利用中华电信台数据来中央印钞太快嘅规格，10分钟就会完稿1摆。第下 iOS 版本完稿先嘅嚟，安装地圖是係會第83之前上架，就免中小為咗用實現嘅問題冇。交通部強調係總量管制，冇改變資料嘅問題。是就總量，它沒有涉及個資，因為我們基地台附近大概都會知道說你手機有開，有多少的這個大的一個數據，用這種方式呢來做智慧的交通管理跟服務。稍早中央留下日前指揮中心為會記者會指示了公布加強版嘅 APP， 除了景點本走3種設了件事，風景區嘅停車場最多搶停的日版嘅車哥，希望大家做得掩飾地道兩條自信，隨時做得挑戰行場。記者成依家彭繞組推俾報道。今日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來開始嘅，3呢就來看近比關於疫情嘅情勢發展。好，我們陳指揮官來親自主持，然後我們的陳副指揮官也同時在場，然後我們的專家諮詢小組的召集人張尚存張教授，還在我們指揮官的右側，另外一位是我們社區防治組莊仁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一天來工作的一個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好，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新增的个案，那昨天我们新增了498例的新增的一个相关的通报，通报案件现在也比较少，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通报案件现在到今天为止是66096件，那其中一样429例的确诊，那343例的境外移入，55例的本土病例，那31例的敦睦舰队，那确诊个案中仍然是6个人死亡，那290人解除隔离。好，那湖北班机的460名的返台民众，截至目前有5人就医治疗中，1人陪同就医，那其余集中于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侦测。那有关于敦睦舰队群聚的事件。那截至目前，我们掌握接触者总共1916人，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中间我们采检了262人，那254人为阴性，那其余在继续检验中。那1331人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好，那大家也看到今天在桌上那是浙荷兰他们送来的郁金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国王日嘛也是他们的一个国庆日，总共送了我们3999朵的玫瑰花，希望能够郁金香，好像有一条歌是那样的玫瑰花了所以那。不过那条歌我也不会唱了不过常常听人家唱玫瑰花的是郁金香那也代表我们两边的一个友谊，那当然也感谢我们有跟他捐赠的一些口罩所以他特别表达他们的谢意就好像前2天我们也接到德国卫生部的部长来给我们一些感谢。那当然，在国内的口罩现在的供应量渐渐的是比较上轨道可以这样讲，在经济部跟各个厂商的一个口罩国家队的努力上，我们的品质很好，那产量也稳定，那所以在整个里面，我们也因应在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互助的精神所以我们又推出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一个护台湾助世界了那当我们进入全民健保行动的快易通那点选我们健康存折的图示，那点选响应人道救援，按下我愿意那你可以选择公开姓名或者是默默的这样做那大家就在想，大概这有几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在你的一个就我们可以买的范围，而你没有买的啦。好，如果买了就买回来了嘛，哈。那如果说你可以买，好，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买的范围，我们现在14天9片，好，这样的范围，你可以买的数量，那你觉得说我自己哈，平常省吃俭用也够了，那我有余裕，那我愿意捐出来，好，所以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哈捐出来。那国家再根据我们国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去衡量说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口罩的医疗援助，是本于这样的精神，让全体国民展现我们的心意，跟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心意。那我们也比较能够，政府也比较能够衡量，就是说那到底我们国民的心意到哪里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范围里面。来根据大家的一个需要，那做这样的一个口罩的捐助，所以我们还是说，今年也是刚好大家看到这是护台湾助世界，那里面也是互助年了哈。那今年是我们的今年是那个我们的护理的一个年所以用护理助人，那也是护台湾助世界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哈。那大家有什么样意见或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部长好，今天理的头发很帅，对，好，然后想要请这边是信传媒，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题想要先请教张教授，就是目前有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肺部是经由 ACE 这个酵素，那所以使用 ACE1 这类的血压药的患者会加速新冠病毒更加活跃。那请问临床上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吗？那如果有感染武汉肺炎的话，高血压的药物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那针对染武汉肺炎的慢性病患者，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好，然后第2题想要请教，就是驻日代表谢长廷就曾在脸书 po 文表示说，敦睦舰队官兵上船前都打过流感疫苗，然后所以目前看来，台湾染疫的比例远低于美法等其他国家舰队。那这个推论是真的吗？有何医学上的意义解释？谢谢。好，这个病毒，新冠病毒确实跟 SARS 病毒一样，都是经过 ACE2 这个受体进到我们人体的细胞里面，然后再造成所谓的感染哈。从一开始，当然大家就会担心这个高血压药物 ACE1 的这个类的药物，抑制剂的药物，那是不是会跟这个有所相关呢？所以这个在我们自己的个案里面，我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些事情。那不过当然在很多的这个患者当中，包括国外的报告，那潜伏疾病里面最多的还是糖尿病跟高血压，所以对高血压的药物的使用跟治疗，当然也会提醒我们的第一线医师是不是要注意他们使用药物的类别。对高血压的治疗，我们的药物类别有非常非常多种，然后呢，当然在临床医师端，确实是可以做一些药物的选择跟调整。那这个部分，我应该说我们自己没有特别注意到说有使用这一类药物对于他们的疾病严重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表现呢？不过还是会提醒临床医师，在这个选择药物上多做一些考量，做一些选择。就是那个，就是敦睦舰队官兵上船前有打过那个流感疫苗，那是不是就是就是目前看起来染疫的比例就是低于美法其他国家舰队？那这个推论是真的吗？就是有没有一些医学上的解释？好，我想应该说跟打流感疫苗不见得有任何直接的相关，然后因为确实是2个全然不同的一个病毒嘛，那所以它打了流感疫苗以后所产生的免疫力、抵抗力，并没有办法针对于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是有任何的保护的作用，然后反过来还是应该说，
在所谓的密闭空间里面，那它会造成的传播到底会到什么程度？可能还是跟我们的人与人日常的接触跟活动，那有所谓的分仓分流多做一些的话，那也许散播的机会就会变少一点嘛。所以这个里面当然也注意到说，发生是在磐石舰上嘛，那我们的磐石舰相对于一般的战舰，它的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宽敞、比较大一点的哈。那包括说对于这个发烧的个案，也有所谓留在这个他们的隔离的医疗单位里面做留观的状况嘛。那这样子当然也是减少他到其他的舱间去的时间，那也许这也是一部分的因素，那所以是发生在这个磐石舰应该算是我们海军舰艇里面，应该是配备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它有点像是有一个野战医院一样的规模，那甚至有负压隔离的病房在里面嘛，所以这个或许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因素了，所以相对于说一般的战舰里面的舱间可能更拥挤、更狭小，所以舱间上面接触的这个距离上，就是在上面的官兵的学员接触的距离上面，也许或许大一些，那就少一些的传播，这可能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的。你好，台湾情报提问了。最近交通部把5·1连假各个景点的人数以 APP 分成红、黄、绿色嘛？那请问指挥中心，民众出游是不是要先看灯号？如果去红色或黄色景点，是不是会面临连假之后可能必须得面临居家检疫2周？然后请指挥官明示，让民众有所依循。谢谢。那这最主要是一个预防的，就是说大家看到那个景点已经拥挤了，就不要再去了。这样子增加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对大家也不好，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新冠肺炎或对流感相关的太过于群聚，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不好意思，东森提问了，想针对于高雄市新闻局长郑肇兴，他是在脸书上说，高雄的演练会跟基隆社区的感染防疫示范是一样的，那也希望说陈时中部长能够到高雄亲自指导，协助改进，然后澄清不是封城，那不知道您的意见如何？这样，然后会不会亲自过去指导？基隆也一样，好，不过没关系，就是说我可能要看看他们的计划怎么样，如果大家有需要讨论的必要，我们也可以来讨论。指挥中心午安，三立新闻网提问。之前部长有说过，生病不是罪恶，很多人也都会咳嗽。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群人没有染病，也没有咳嗽，却受到很大的误解跟歧视。那国内现在大概有10万名的妥瑞症患者，因为他们会不由自主发出所谓的抽动，可能是突然大叫或者出现清喉咙、吸鼻子的现象。那最近很多妥瑞症患者就反映，他们在公众场合遭到歧视。即便他们有戴口罩，可是当他们发出声音，有一些抽动，身边的人就好像看到病毒一样，对他们保持超级远的社交距离，不然就是急忙闪避、指指点点，甚至有家长当着妥瑞症患者的面告诉小孩子说那个人有病。那也许民众是出于不理解才有这样的行为，想请问指挥中心对于妥瑞症患者或是一般的民众有什么建议？防疫该怎么防才不会失去人情？谢谢。这个大概是长久来的一个现象了当然，我想跟这样的一个疫情，可能太直接的关系应该是没有那么高。不过仍然要很郑重的呼吁大家都人跟人之间保持一个关心。那妥瑞氏患者他对人并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伤害性，它是一个不自觉的一些症状的展现。所以大家应该要更有同理心，互相来关怀，这样才是对的。
指挥官好，工商时报提问第一个是就17号的时候，部长有说过，这个邮差跟外送员会接触不特定对象会有风险，所以我们会找外送员协会、中华邮政开会研拟防范的办法。那因为已经有10天了，请教这个有进展吗？我们什么时候会配发外送员口罩？那第二个是说，就是因为活性炭口罩是可以过滤异味的。那3月27号的时候，劳动部的刘次长出席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当时候有答应说会协调口罩产线，制作活性炭的口罩给工业区的劳工使用。那因为已经1个月了，请教这部分也有进展吗？那第3个也是跟产业口罩有关的，因为像大卖场跟便利商店的店员都会接触不特定的人士。那我们有问这个超商的店员，他们店长反映是说，实务上店员都还是要自己用自己的扣打去买那2周9片的这个口罩，在工作的时候佩戴。那请问我们对于大卖场跟4大超商的口罩的配发量是怎么样呢？谢谢。那大概就是说，一个就是去异味了，各种的其他的口罩哈，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说，允许那些在做这些相关口罩的这去做，我们就让他就是在自由市场里面来使用这些非征用的口罩。然后第二个，我们的政策很清楚，就是只要是就是说要来做配发的那我们就需要把它那个在实名制的登记要把它注记起来。所以你只能选择一样了毕竟这还是一个防疫的物资你两边都这样领，大家有讲说我上班上，然后平常也要戴。那其实这口罩也没有分你上班跟下班的时候了口罩是没有上下班的除非你在高风险在医院里面那样的环境当然是不一样，但是一般的环境那口罩都是一般来使用所以大家都是在维持基本量是14片9片，那我特别需要那会加配送，那但是那个9片14天9片就不会再存在。那至于那个外送员有关外送员的部分，我记得是有指挥中心有请他们一起来开会。那针对讨论的事项也做了一些决议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朝这个未来他们这个要收就是说最后一定要这个签收嘛，签收是不是可以朝这个电子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外送的部分，我们会在我们那个防疫大作战里面也会推一个这个宣导的一个影片啦，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针对这个接收这个看到这个外送员，那大家要怎么去做这个互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大概还有一些规范，时间有点久，有点忘记了。那可以会后之后我再来补充。好，谢谢。主要是在邮局有时候送达物品的时候就是说不见得一定要签收了，他只要送达那意思表达有到就可以。比如我到了，我有按了电铃了那里面有回应了，我就到了。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文件非签收不可的时候，就会放在邮局那等到这样的时间过了以后就有点像是以前在招领那样的情况，那再过了以后你再来领就可以。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配套。不好意思，想请教那个副指挥官，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华航的这个印度班机回来会这个集中检疫嘛，那我们现在根据了解，其实南亚各国不止印度，像孟加拉这些国家，他们疫情也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相信会有一些旅居南亚的国人会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回台，那回台之后会不会比照这个集中检疫，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检疫的措施呢？目前这个我们透过外交部在印度的国人透过外交部在协助的主要是印度为主那印度可能涵盖周边的国家，像这个邻近的地区，像马尔地夫等等也会一并那最近的一个是今天4月28号会有30位的国人会搭韩航的这个
协助国人返韩的这个，就韩国人协助韩国人返韩国的这个专机先到韩国，然后再搭乘我国的这个长荣航空回到台湾是4月29号会回来，这是第一批。那第二批的部分就是华航的这个专机的协助，那现在还在商谈之中。那因为针对印度的疫情的这个掌控，实际上会评估会是比他所通报给 WHO 现在的数字还会这个要放大一些来看待，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回国之后必须采取集中检疫的这个措施。那这些集中检疫的场所那已经都安排好，那国人回来之后，我们就依照这个相关的检疫的方法，整个措施来做安排，那进入集中检疫场所。指挥官好，黑河健康网提问哦。昨天那个中研院何美香老师有指出，抗体筛检其实很早就可以开始做了，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之前台湾其实有200-300例的病人，却等到这个磐石舰队之后才开始让3家实验室做？那之前的病人都没有做所谓的抗体吗？那假设有做的话，为什么之前又没有发现3间实验室做出来的就是抗体结果差异这么大？谢谢。好，那确诊的病人，当然我们可以去追踪他会不会产生抗体哈。里面因为我们当初最早的时候的决定就是，从还没有病例的时候，我们就决定通报的个案是怎么处置、怎么留置的方式，因为他们从可能一开始可能是从中国大陆回来的，中国大陆唯一的疫区回来的，很可能在台湾各地散布。那所以符合通报定义，到了哪一家医院就诊，就依据这个通报需要通报采检，就直接先留置在那家医院的负压病房里面去等采检的结果。那采检结果如果阳性的话，那个案的状况还算稳定，就直接在那家医院就留置了哈。所以我们当初是用这样的一个政策，让病人并没有特别集中到医学中心，或者是到这个所谓的专责应变医院去收治，因为一旦确诊以后，你又要再转院，就是非常的麻烦哦，又要这个全副武装防护的用救护车去转送，其实都增加很多的困扰。那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在这些医院里面，处置病人其实也都做得很好哈，也没有散播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模式。所以现在我们的病人其实是分散在很多的医院里面的哈。那单单在北基哈，这大概就已经超过20-30家以上的医院都曾经帮忙收治这些病人。那所以这些病人基本上我们也是会第一次确诊的时候就会收集他的血清。那到后来，要出院之前，就恢复期的时候，也会收集他的血清，这些血清都会集中送到我们的 CDC 的实验室里面哦。那这些日后我们当然都可以来检测他们在急性期跟到恢复期这样当中，是不是都有产生抗体哦。所以这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规划、就有准备的哈。不过在这防疫期间，重点不急着是马上去验他们是不是恢复期的时候都已经有抗体哦。那至于在个别的医院里面，那有些个别的医院确实也有去做这些系列的抽血，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产生抗体。不过这很多资料都在个别医院手上了哈。那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一部分的资料嘛哈。所以这个如果就病人本身，我们确实都有这些规划，都有这些准备，那也有一些资料哈。那我们后来当然也各位看到的就是说，特别是从白牌司机开始嘛哈，那我们就是在追溯源的时候，知道这些他接触的人这个 PCR 我们已经追出不出这个病毒了，我们就用抗体检测的方式。那时候当然因为第一个抗体检测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嘛，所以我们就很谨慎的用2个实验室来做结果。
那到后来磐石舰的时候，我们就昆阳也已经准备好了哈，就是 CDC 的实验室也准备好了，我们就用3个实验室来更谨慎的去核对他们结果如何。那前面的做法就发现第一次的2个实验室是非常一致的结果。到磐石舰的时候，前5个发烧病人的所检测的结果也发现3个实验室都非常一致的结果。那等到量更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所谓有点不一致的一个状况。那这就是需要经过检讨再讨论，看怎么样去认定的哈。所以这就是恢复您刚才的问题。部长好，我这边是中视要提问，请问那个张教授，意大利有一个23岁女模，她隔离了56天，然后6度采检5次都是阳性，然后第6次是没有结果。那她已经康复，她之前有出现发烧症状，后来康复后就是一直采检还是阳性。那想请问张教授说，这个病毒存活这么久，是在国内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出现？就是已经没有症状后一直采检还是阳性。第二个问题是，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的案例解剖以后发现，它主要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心脏破裂。那有没有是因为新冠病毒它直接攻击心脏导致的吗？那国内有没有患者就是罹患新冠肺炎以后有心脏相关的一些症状？以上，谢谢。好，那个，到60几天采检都还有 PCR 阳性，我想大家前面也都注意到了，我们应该60几天以上的有2位了哈。这个包括大家一直在讲南部的那一位，也是更长的时间都采检都是 PCR，时阴时阳，时阴也是阳，就是会出现阳性的时间可以超过60天以上，确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个案到后来其实真的都是没有症状的哈，其实没有到那么长的，我们到2、3个礼拜都还采检阳性的这些个案，其实他到后来也都是没有症状，都是在等着转阴的3度转阴，所以持续在我们的负压病房当中隔离收治当中哈。这里面包括也曾经跟大家说，我们之前就有碰到2阴再阳的嘛哈。那从最近的解隔的一些个案，因为在台北区里面哈，北基里面大概超过全国1半的个案，然后那这每一个解阴的个案，我都亲自会跟主治医师电话沟通讨论，就发现非常多的个案是2阴再1阳，2阴再1阳，甚至可能不止出现1次的2阴1阳，所以这个时阴时阳的状况确实是在这个用 PCR 检测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了哈，所以才会前面大家也一直说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会碰到说负阳的状况哈，其实2阴1阳2阴1阳，或者2阴放出去要在1阳的机会还是非常的不小了哈。好，那至于说这个新冠病毒，因为它是经过 ACE2 这个受体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嘛哈，那 ACE2 的受体确实不止在肺部的细胞里面有哈，在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是有 ACE2 的受体哈，包括我们的鼻腔部位，甚至包括我们的眼睛的部位也都是有了哈。那心脏部位当然也是有，那所以理论上它当然也有机会侵犯到我们的心脏。如果这个病毒有进到我们的血流里面去，那经过血流就可以到很多其他的内脏器官里面哈。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也非常注意说有没有因此发生心肌炎或心脏受到侵犯的一些个案哦。那可是，在我们的个案里面，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没有特别的个案很清楚有心脏发炎或心脏的一些因为新冠病毒而造成疾病的问题哈。那我们当然有一个个案死亡的时候，它是发生心肌梗塞，然后不过这心肌梗塞不见得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是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哈。指挥官好，中天提问2题。昨天发生 KTV 的大火，那显示他们的管理是有问题的。我们未来针对这一类的娱乐场所的防疫的措施会更加的严格，还是升级吗？那第二个问题是，磐石舰上面377名的官兵，他们检测抗体，然后我们的3间实验室出来的结果是不一致的，是什么原因？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做？谢谢。
那条在管理上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疏失哈，我们会更加强好这些相关的这些业者的一个督导。当然虽然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疏失，进而引发这样公安的问题。那换句话说，是不是里面的一些管理，不管是我们的安全的距离或人流量，好，是不是也做得不确实？所以我们会加强督导这一方面。好，那至于好3个哈。好，那刚才说我们前面少数个案的时候，几间实验室结果还可以蛮一致的。那等到做到非常大量的时候，这300多名的时候，因为不同实验室用的方法学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有西方墨点法，有这个酵素免疫法等等的哈。那不一样的方法，基本上不同实验室开发出来的这个检测模式哦，它的抗原是采用病毒的哪一个部分来当做抗原？那如果不同的话，也许最后的抗体反应就会有一点差异哈。那第二个是抽血时间点的问题哈。抽血时间点如果是在比较接近它发病的时间点的时候，或者是比较接近它发生感染的时间点的时候，那时候抗体也许还很微量的时候，那也许有些方法就侦测得出来，有些方法就侦测不出来，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差异的状况了哈。所以在昨天下午，我们确实也找了3个实验室的负责的直接负责处理检体或做实验的人员，还有操作的人员一起开会讨论。那当然就针对其中有一致性的地方，或是有不一致性的地方，都逐一做了一个检视哈。那逐一检视当中，知道说有一些个案，我们可能要在需要再用类似或不同的方法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哈。那有一部分个案也许确实是会需要等到第2次抽血哈，就因为如果跟它的感染时间太靠近的话，那个抗体的反应真的是太微弱哈，那到底是阴还是阳很难以完全断定的时候，也许需要等到第2次更晚一点的时间再抽血。那如果它确实是有感染的话，更长的时间之后，它的抗体就会产生更强的一些反应，就更容易侦测出来。那如果它是没有的话，那就更长的时间我们还看到还是没有反应，那就是表示它是没有。所以这些当然如果就科学上说要严谨的去界定它到底是有没有这确实是需要一些讨论，跟甚至需要在第2次抽血来做验证。不过这些当然都跟我们的防疫作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的。然后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官兵全部都已经被隔离检疫了所以他不管有或没有抗体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第二，他们都做了病毒的 PCR 检测嘛所以他现在身上都没有带有 PCR， 都没有带有病毒的话，其实没有传染给别人的疑虑嘛所以双重的保障当中，跟我们的防疫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相关。那我们要做的当然是他在前面那一段时间有任何跟其他人的可能的接触的话，那些人有没有被传染到，有没有被我们监测出来，那才是在防疫上比较重要的2个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有点误解，说以为这样的一个抗体的检测用出来的就是有没有是很准确的，没有。现在世界上在科学上对这样的一个方法各有不同它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变异的存在。那在这样变异存在，因为在台湾里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罹患的人数其实是非常的少所以那样的一个误差，所以我们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做我们在诊断或是在需要检测的相关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唯一用的就是 PCR， 现在大家认为是最准的，用核酸的检验那缺点就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现在在政策上面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资讯化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效率能够变高，来把这时间能够弥补过来。那至于这次为什么要来做这些相关的抽血，因为刚好是一个密闭的一个团体，那我们想要了解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传播的可能的一个方式那能够对未来的防疫能够做有一些参考的价值。所以它基本上没有办法做直接的诊断，但是因为量如果够大的话，
那对我们解读一些现象是会有帮助的。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今天也是第2天零确诊，然后刚刚早上是有提到说，就是疫情可能在6月的时候会趋缓，可以帮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吗？然后另外呢，就是早上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些地方好像会有一些的放宽，就是防疫措施会有一些放宽的状况。那像是医院是比照原来的，那长照的话会有一些的放宽，然后酒店跟这个夜市是不是都还要再考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谢谢。那这个也是双方在等于是两头我们在做一个平衡嘛哈。那我没有说那么准确说6月底一定会趋缓，只是例如问说6月底有没有可能会趋缓。好，那我认为以我们现在发展社区的控制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应该是会好陆陆续续好能够把这个控制能够做得更好。那能够控制好，那整个的一个经济的活动。好，是不是也要跟着好，能够有适度的放宽？那这是必要的。我们社会里面当然防疫很重要，但社会的一个正常的运作也很重要。好，所以当然我们现在除了在思考往前，哈，他说万一出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现在持续在准备中。那另外说持续变好，那我们该有哪一些地方要来放松，让大家生活能够更正常一点？不过我也同意，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些管制的方式能够好常态化。好，换句话说，很多的这管制都能够很顺畅、很有秩序的被进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那我们开始来思考说哪一些的部分是要来开放的，而开放的时候，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立刻可以再回来。好，这样的一个可控的情况之下，看社会能不能好进到我们副总统讲的说，我们有好半正常化哈，那好像2/3的正常化。因为台湾现在的管制不多，好，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说心理上能够更踏实一点。但是要更踏实，那就自我的生活的管理，好相关的这些规范要能够遵守得更好，那才有办法放得更宽。你好，新新闻周刊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张召集人，就是说，目前为止有没有就是个案，他是已经解隔离之后，然后他又发现症状，然后再回医院的？然后第二点是说，我想请教一下，像现在429个案例里面，有没有任何案例是有采取过中医的治疗方式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因为刚才针对抗体的检测方面有诸多讨论嘛。那我想请教说，那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点，说可以针对这样的可能比较有高度共识性的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会来跟大家做分享？是，以上，谢谢。好，我们刚才说，我们应该说过很多次啊，我们因为从开始用世界的标准2阴就让病人出院，那到后来发现不太踏实，就改成3阴才能让病人出院，就是因为有看到2阴以后再阳的，不过那个状况病人还没有出院就被我们侦测到了，然后所以就后续都是好，刚才说好几个个案都是2阴1阳，那都被我们在医院里面还没放出去就已经侦测到了。那至于3阴以后，回到社区里面有没有再复阳？早期我都跟大家说是没有看到复阳的状况。不过在最近我们碰到一例3阴以后再阳的，所以就又回到医院里面来。那这个个案其实，他自己是稍微是比较精神上比较紧张一些，所以他在回到家里以后，又觉得有一点胸口不太舒服的感觉，又到医院去。那到医院里去就再帮他再次采检，结果发现非常非常弱的阳性，代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病毒是有4、5，不过我们还是把他回到医院里面去再去住院当中。这是唯一碰到一个3阴以后出院以后，那检测上我们判读还是叫做再出现阳性的状况回到医院的。其他我们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那第二个有关于中医治疗的部分，我们的个案全部都在我们的西医医院里面收治了哈，都在负压的隔离病房当中。那在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当中，我们的西医医院原则上并没有采中医的疗法去对这些病人做任何的诊治了哈。那跟一般住院病人也许不太一样，一般住院病人家属也许会自己带一些什么补药、中药，也许然后我不是很确定。那可是，在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当中，理论上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哈，所以我们并没有像中国大陆还有采用中药或中医的治疗的疗法哈，原则上都是用我们西医的治疗方式。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抗体检验的部分。我刚才说，我们昨天当然有初步有一些已经可以认定有一些还需要再进一步检测的部分了哈。也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几个在帮忙检测的实验室可以脚步还是快一点哈。昨天初步有一个共识，希望2-3天内他们就希望能重复的部分就重复，赶快再做了哈。那不过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也许刚才说，也许我们讨论以后还希望隔一段时间再抽血一次，再验，等晚一点的时间再验，然后可以更确定它到底是阴还是阳哈。那所以那个少部分的个案，也许还需要更等一些时间以外，其他当然是希望在2-3天、3-4天内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基本上在中医的部分哈，事实上是有一些院跟我们有报告，就是说，好像中医的治疗有它的一个效果在。好，那不过我们的要求就是请他一个就是提出一些比较正式的临床的报告。然后我们就会送给专家小组来做研判，毕竟是一个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疾病嘛，用传统疗法我们一向都没有反对，但是还是要站在一个比较实证的基础再来看。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海军的作业预计在下周的时候就要恢复了。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如果有人发烧的话，就要回报给国防部；如果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就要直接返航。那如果说我们的快筛试剂能在5月的时候出来，那有没有可能优先提供给这一些海军的人来先做测试？不然就是可能他们如果因为普通的发烧，然后就回来的话，像会有点耽误这个行程。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早上台大公卫学院有开一个记者会，他说各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新冠肺炎的时期，应该要着重在利用境外阻绝、隔离检疫还有减灾计划来争取疫苗的开发。那针对这一个指挥中心有没有看法？谢谢。其实，在台湾的情况一直都没有进到下一步了哈，所以没有所谓的退一步这样要做。我们这条线都守得很好。好，那第二个，对于在海军相关，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方便的，能够在舰上能够做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试剂也好，或者实验的方法也好，好，我们现在都积极帮他们在寻找中。好，那有一些是可以用的，那将来也会建议说在舰上做这样的配备。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因为刚刚张教授有提到一个国内确实有出现3阴不阳的个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出现3阴不阳，是不是代表说这项疾病有可能是成为类似像是流感，或是说其他的一些常见的流行病，会跟人类永远共存的一个疾病？那这个指挥中心是不是针对这一类的可能成为流行病的一个疾病，有没有会修正一下它的方针？因为好像不太能确定说3阴不阳的有没有传染力，目前也没有相关研究。那不知道指挥中心怎么看这个现象？好，那从很早就有一些专家，包括我们的看法，也会有点担心说它会不会像是流感病毒一样长久存在人群当中嘛？那这个比较大的顾虑其实是说，因为它会有所谓的轻症或是非常没有症状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状况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像现在这么严谨的防范的话，
那它理论上会一直在人群当中慢慢的流传，慢慢的流传，就是长久存在我们人群当中。那这就是流感为什么每年会一来又再来，一来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了。所以倒不是说我们的像流感会有一个人这个常年都一直带着流感病毒，不是这样，而是它会消失，可是它传给他旁边的人，那旁边人又不太厉害啊，那又再传给旁边的人，而不是说有一个会长久带病毒的一个人存在我们人群当中，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三阴一阳，因为它的阳确实是非常非常弱的阳了哈，所以我们是认定它应该是不太会再传染给别人哈。那这个。我想跟这个所谓直接的，是不是会这样子变成因为有这样的现象而造成说它像流感一样，可能不是这样的 case 所造成的了。最后3位哈。大家好，自由时报提问。我想要请教一下指挥中心哦，就是因为5·1连假已经快要到来了，那据了解，观光局有对旗下旅馆业，就是在5·1连假的住房率有做一些调查，但是他们有提到说这个部分的资料可能要由指挥中心这边来说明，所以可能要再麻烦指挥中心就是提供相关的资料。那因为5·1连假即将来临，想要也请教指挥中心这边，是不是对于就是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会有相对应的应变措施，是不是已经有相关的部署计划？谢谢。观光局的部分在上一周五有提供的这个上周五统计的订房的资讯啦，哈。那除了像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饭店，或是少数那个比较是高山山区的，那个因为本来房间数就少，所以那些是比较满的状况。其他大概在上周五的订房的状况比例都还算是正常，不是太多的状况。不过因为也已经隔了2-3天了，然后所以我们会再请交通部观光局再提供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订房资讯。那管制的措施仍然都没变嘛，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些警讯跟一个流量的管制跟分流的方式，那请民众一定要配合，那自我健康管理要做好。指挥官好，民事提问。今天早上台大公卫根据流行曲线的评估他们认为磐石间已经感染的人数估计是70人，而不是我们这正式确诊的31人，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那第二题想要请问，今天应该是第15天的零本土确诊，那我们想请问指挥官，这个有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吗？谢谢。因为我想那个在公卫的角度做了很多的一些评估跟他的一个推测了那不过呢，我们还是在这边的话，我们还根据实际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评判，那未来可以做一点比较跟参考了那当然还是都一直被问到就是说现在有零确诊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努力把它维持住。但是如果有个案发生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惊恐。我们现在都知道说有个案发生，我们就好好的用我们这样既有的方式，把它围堵起来。那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到目前来讲都有信心挡得住。你好，请报第2次提问刚刚指挥官说口罩国家队供应稳定嘛？那的确，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有许多药房表示口罩依然是堆积如山，那还在继续配送中。可是有老板跟民众就有反映说，口罩的品质好像变差了，不但有鼻梁铁片跑到2边耳挂缺一个，或者没固定好缝好然后药房又不能接受退换货，请问指挥官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然后另外，药房人员还是就是有一些不公平的意见反映，然后他们说为什么送到超商的口罩是一包包包好的，可是药房的还是一样是整箱？然后必须每天费工一包包的自己收工包，这样子，谢谢。
那在药房里面它还是一样嘛哈，我们有那个一个人次有一定的费用嘛。那在超商那个费用就给他们，就是让人民自己付了，那给他们去包，好，所以各有这样的一个工的不同，然后可能对这样的程序可能要去了解一下。那我也请他们工会跟他们会员多做一些宣导。那不过呢，现在也非常谢谢这个药局朋友的一个帮忙，药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不过真的每一个药局它一个各有情况的不同。那随着我们口罩实名制的2.0，就已经越来越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药局有时候真的是人调不出来，或者实在有它的困难，那也可以适当的退场。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了哈。那至于要那个有瑕疵品，这都应该是可以退的，然后如果不能退，他收回来，我们来帮他看一看，一定是有瑕疵，当然是一定要退的嘛哈，不会说因为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的不能用的、坏掉的，那是一定可以退换货，所以有这个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反映，或透过工会来跟我们反映都可以。长官好，3例提问，想请问一下，在5·1连假的175个热点当中，有不少是台南景点。那台南市长认为说，这样对于当地的观光有点不太公平，指挥中心有严拟要放宽吗？台南市应该要感到高兴啊，因为表示台南是很多人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市长应该调整一下。所以谢谢指挥中心也帮忙提醒的。那其实这170个景点是跨部会大家一起合作，那有交通部观光局，那还有国家公园，那经济部也协助了夜市、市场、商圈等等，所以是综合下来的。那也从过去的数据里面去评估分析出来这些景点，那也不排除再陆续协助民众再陆续来增加这些景点以方便提供民众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已经是人潮比较多，可以做到疏散的这个部分。非常谢谢在整体在很多地方在治理，就跟我们在疫情在控制一样。就是怎么样更开放、更疫情的控制，这2点是不断的需要去评估的。那地方政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商量、讨论，因为毕竟在地方的情况还是地方政府最清楚嘛，所以我们这边是根据一些大的数据、大的情况，然后大家来讨论，来予一些相关的一些管制。那地方政府如果觉得说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当然提出来，那他们最了解，那我们会予以尊重。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哈。有關關於前線嘅疫情嘅部分，家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要同大家公布咧一個好消息咯，就講因近比關於有無新增加嘅確診個案，也竟然係因台灣呢連續2日無新增加確診個案嘅情形咯。韓國呢，亞下呢就指揮中心嘅統計，關於總共累計嘅病例數，已經來到429例。韓國有啲籌備嘅時間呢，又有增加一類民眾係解除隔離嘅。嗰種亞下呢，台灣嘅解除隔離民眾呢，總共來到293人。那呢有關大家請關心嘅講最咧一個盤沙間當個一個確診個案，加到先前有是接觸人，也呢就指揮中心嘅了解，總共有1916人係有同一個確診者有接觸嘅。嗰種呢，亞下指揮中心還係繼續追查家條嘅空間情形，佢沙輪呢還有眾多民眾去做居家隔離，還有有自主空間管理，佢家條嘅空間情形呢，一個指揮中心還會繼續來追蹤。然後呢，近比啲記者會當中，嘅指揮中心又公布一個有關最嚴嘅情形措施嘅，就講呢，亞田等關於最嚴嘅產量係進來進到嘅，也呢有眾多嘅民眾可能呢數條行業嘅最嚴都已經有濫用嘅，故所呢，一個指揮中心家條呢就提出嚟，一個赴台灣就蹦出司機嘅一個
件最严的发通，给民众呢就做定呢自家呢用手机 app。然后也给点开全面空天嘅行通快一通，给大部爱用嘅 app 呢，就做的呢，从先前主文也咧最严嘅方式呢，老气界最严嘅老意见出来，爱用呢最严嘅都做的呢，本政府统一来根本有需要嘅医疗单位，也系其他国家用台湾人自家心意来帮助全世界。3年也係有關國內進行疫情的部分，再個愛來看到係國際上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情形消息。從係啲今年新嘅大對今年嘅新嘅24嘅意思，就係也嚟穆斯林國家在建議咧。故說呢，人家係呢，就嚟看到啲土方呢，有動到嘅民眾呢，夾到啲其中啲公眾方，就係準備愛啲亞嘅在建議來進行一個大規模嘅祈禱安用嘅儀式。唔過呢，一嚟對一嚟穆斯林同重要一嚟在建議呢，其實呢夾到都係對當年呢條出嚟過後，到呢條結束以前呢，大家呢都係準備來食東西嘅。啲亞期間呢，大家呢都係來進來做祈禱，也係對穆斯林來講非常非常一年當中輕重要嘅一章嘢呢。佢啲亞嘅在建議當中，穆斯林安用嘅來做好防疫咯。3輪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鴉片係沙烏地阿拉伯嘅麥加太清真寺，同在建議按照泰拉比嘅半夜敬拜時間，是由伊瑪目相關公眾人員、將警衛、清潔人員同維修人員做得落去。也既然係同經過氣候將會出現嘅場景，沙烏地阿拉伯幾下禮拜前就宣布麥加、麥地那封殺，韓國對境內太長寺海軍人不准出現命令。唔過頭有條矛盾不滿聲音出現過後，國防將宣布亞團期間禁令外表用。就算咁樣人數見增加，唔過巴基斯坦全境清真寺本還係開放，民眾出過去冇出去實施買東西。總理伊姆蘭汗因為宗教壓力，就准呢民眾頭在建議期間做嚟當日祈禱、半夜敬拜，唔過還係執行部分保護措施。其實講巴基斯坦冇辦法同其他國家共用，實施全面性封鎖，引起動亂嘅情形。另外，設立動態嘅軍方唔察總理決策，警告民眾愛徒步卡度，唔過永遠還係唔答。全世界親泰穆斯林國家一年實施幾個敬拜。總統佐科維和在建議開始嘅前2年，就講今年氣氛會當幕共用。同樣以前，政府宣布境內嘅本國義工專門的增加向亞的防疫措施。Saat buka puasanya yaitu yang kita rindukan, tapi saat kita bersama-sama keluarga, tetangga, sahabat yang ketemu di situ di masjid untuk bertarawih bersama。另外，敘利亞到在建議開始嘅日，官方公布境內有40人嘅確診，4個人死亡。意大利部省嘅壇呢，全部過後開始做實比。والله يا اخي الكريم صرنا 10 سنين عايشين تحت القصف وهالمرض وهالكورونا وهالشغلات هاي اللي عم تعدي على العالم بأكمله。同伊斯蘭信仰當中，在建議係穆斯林愛簽新冠條度信仰前後嘅機會，也30年內穆斯林20頭做唔得10歲吃東西，全部過後去清真寺禮拜。今年受到疫情影響，見防疫見在家，就算唔關，咪愛天天嚟接觸。記者王淵玲編譯。今日對 NA 新聞報道都好呢，就嚟看到有當到穆斯林為到亞拜嘅武漢肺炎疫情呢，故從呢亞拜呢啲在今年家條嘅生產方式就造成動態變化，從暗用呢也變係啲1年嘅片，1年呢先前呢都有可能會出現暗用有動人，其中啲公眾號準備愛來祈禱暗用儀式，今年呢啲1年可能就會看唔到嘅，現在呢印尼政府就宣布嘅一啲針對一類武漢肺炎來做防疫，故從呢希望呢大家呢盡量卡莫去相互拜訪，呢希望呼籲大家卡莫去清真寺來做祈禱，主要係希望會減少大家呢相互接觸嘅機會哦。唔過呢其他國家像啲巴基斯坦呢家下呢啲新聞都好，主要講到嘅疫情受到一啲宗教壓力，故從呢還係允准民眾去到一啲清真寺哦。唔過呢啲清真寺鴉片呢還係會提高相關嘅防疫措施，像啲清真寺都好所有嘅體壇呢都係拿鐵，係講呢咪要求大家要保持社交距離，像一樣嚴謹
人白白起，恐下来起多方面可能就会看唔到嘅。咪要求大家去到清真寺做祈祷時間呢，都係來帶最咪要求呢大家聽作為卡加世數來保持清潔咯。唔過呢，雖然呢要做到按到嘅防護措施，還係要當到民眾動手。最講呢，假到呢第二條路上過後呢嘅親戚朋友，大部分呢都係呢位始終恐下來是一啲攜仔飯咯。而呢就講大家呢始終恐下一啲攜仔飯，還係有可能會變做一啲沙膠防疫防唔到所在。故作呢，一下針對一啲穆斯林嘅國家，一下大家呢都針對一啲在建議係 TPA 來注意哦，希望大家呢會較嚴慎到留一啲防疫措施。第一啲在建議期間會來做到先好。那我哋唔單止一下啲穆斯林國家呢，係大家同初衷防疫，啲一下歐洲國家已經係係同厲害，像係啲英國一部分，認證一下英國確診人數已經來到嘅14,900人，按到減嘅15萬3人，韓國已經有22000人來死亡嘅。佢針對歐洲疫情嘅部分，英國嘅官員就警告，像係啲歐洲鴉片，英國嘅武漢肺炎疫情都還未結束。世界董事表現有兩個合度，是在遙控機替社區地位嘅醫護人員提供外送。儘管有細菌出現送貨機器人，送貨嘅需求量變來變多，還是未顯示疫情真嚴重，民眾還係配合，使唔得出門。因為儘管25年再個增加823個人，引致武漢肺炎死亡。總死亡人數超過2萬人。Moving past 20,000 deaths, that it is still absolutely critical that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儘管關鍵應用熟悉科學家嘅看法，可比死亡人數控制到2萬以內，竟然係真好嘅成果。而且也下超過2個數目字，顯示疫情還係真厲害。民眾要繼續來遵守社交距離。17度嘅首相強生按照27重新轉移走線。歐洲嘅西班牙、法國同德國疫情相對反覆，但是25年增加嘅確診人數就話超過1000人，死亡人數200人。德國部分地區還係封鎖嘅階段，25有規定嘅人士無關禁令，始終到804市中心進行本來嘅審判。方面來到土耳其，一片嘅確診人數77000萬人，死亡2700萬人，係中東偏離青島嘅國家。上禮拜已經超過伊朗，後段25、26連續2年恢復嘅人數比新增嘅確診嘅人更加多。土耳其都係表示，醫療物資唔適合殺退休，真假是在自家來兩山調起起。記者王怡晶、郭俊玲綜合報道。英國呢一下當年新增加嘅確診人數呢，差唔多呢都係9,300人咯，韓國有死亡人數都係280人。嗰種呢大家所有嘅英國嘅民眾都同上愛滿講，講下咧英國嘅疫情到底哪樣時將會卡翻咯？那我呢個咧係全世界大家呢都同關心嘅人物，佢係馬紹，佢就係英國首相強生呢。佢先前呢係第3年27確診，特別到武漢肺炎嘅，佢亞時間呢佢疫情當中呢還有聽講佢喺邊度動送中，還有入到家父偏房都好哦。唔講呢好彩佢前面呢還係有好起來，第新嘅15年時節佢就推演呢。都係一類清醒嘅公布一類消息呢，就係講佢啲2禮拜尾就係啲新嘅24，還個有啲新嘅27廿幾年嘅時節就正式轉去上班呢。係講呢，佢轉去上班前太嘅考驗就係講，佢接下來呢就係來研究討論講，英國呢哪樣時將佢哋重新來啟動相關嘅經濟活動，啲冇影響防疫嘅情形下，希望大家呢盡快做嚟價格來恢復正常。故所呢，佢一下呢未開始為了天使相關嘅解封計劃。希望呢本喺英國相關嘅民生係個有經濟活動，都做得轉到像頭擺用嘅恢復所有嘅正常嘅情形。第二種呢，就應盡俾同大家來整理有關疫情嘅進行重點，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嘅時間，想同小朋友繼續來收聽，同大家來整理關於情形嘅疫情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年情形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延洲，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 網站 Facebook 和 Telegram， 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
好，谢谢。